第2届林阿伯杯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2022第1场线上海选节目开始，欢迎浩浩的演唱。烧酒，面带红，阮是啉酒心沉重，杯中付出你一人，敢是酒醉地面目？饮一杯，饮一杯，我无梦；饮一杯，饮一杯，我无梦。在一切无希望，茫茫为你在流浪。烧酒愈饮心愈烦，敢讲你爱是别人？啉烧酒，面带红，阮是啉酒心沉重，杯中付出你一人，敢是酒醉地面目？饮一杯，饮一杯，我无梦；饮一杯，饮一杯，我无梦。在一切无希望，茫茫为你在流浪。烧酒愈饮心愈烦，敢讲你爱是别人？我无梦，饮一杯，饮一杯，我无梦。饮在一切无希望，茫茫为你在流浪。烧酒愈饮心愈烦，敢讲你爱是别人？
谢谢不会中亚送给我们线上的朋友们，大家一起来欣赏。那么也希望说，这个福建歌哈，然后呢，这个希望大家平常都可以看一下，好像我们的示范这样子，或者是可以学习一下，把好的把它吸收起来。希望我们所有的参赛者都可以呢，有不一样的这个吸收的很多的养分呐哈。那接下来我要带来这首歌曲是在歌唱比赛当中呢，可以说这个节奏哦，哇，是非常的好听的，但是在比赛当中也是非常的危险的啊！因为呢，如果你要拖了一个拍啊，拖了2个拍，整首歌曲的感觉的味道就不一样了。接下来我要带来这首福建歌曲《感谢无情人》。偏偏阮在生死，伊错在错梦破碎，你的三面无后悔，阮的海誓算什么？放阮情海在受水，海水一水吞落去。感谢无情人，伤阮是上正重，逼阮对爱绝望，做一个无心的人。感谢无情人，忍心过来相送，往事一站一站，袂当搁去爱别人，你才甘愿。偏偏阮在生死，伊错在错梦破碎，你的三面无后悔，阮的海誓算什么？放阮情海在受水，海水一水吞落去。感谢无情人，伤阮是上正重，逼阮对爱绝望，做一个无心的人。感谢无情人，变心过来相送，往事一站一站，袂当搁去爱别人，你才甘愿。一段情到这为止，就蛇的心已经死。无情的人，请你赶紧离开。是你叫阮听你听袂入心。感谢无情人，伤阮是上正重，逼阮对爱绝望，做一个无心的人。感谢无情人，变心过来相送，往事一站一站，袂当搁去爱别人，你才甘愿。
嘿嘿，线上的朋友大家好，第2届林阿伯杯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又来喽，真的是很开心哈。很多人一般上认为，哎呀，主办第1届不会有第2届的了，开玩笑。我们的林阿伯先生是很有恒心的。今天呢，在这个开场的时候，我们要请他到现场来，给大家说几句话，鼓励鼓励。欢迎 Mr. 林阿 boy， 还有我们的评判浩浩。耶！线上的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哎，林老板你好。哇，阿哥好。真的非常感恩你继续主办第2届的比赛。对，我看刚才节目还没有 start 啊，你们也不简单，要联络这么多参赛者。是。真的这个工作好不简单。哦，没有这么容易。那所以参赛者也很开心。对，他们知道有第2届哦，去年参赛的人又来了。对，很多，因为福建歌曲啊，在新加坡很少人举办，对，所以我们有机会，我们会尽力而为。对，最难得的是，浩浩，我们这个第1届是在疫情期间举办的，是，对不对？而且在这疫情当中，大家也都非常的，也注意安全啊、小心啊、防范啊，都做得相当的好，所以我们才有第2届继续来进行啊。那林阿伯先生，你平常时有咧讲福建话、闽南语话无？有时啦，有啦。哦，嘛是有哈。兴话福建嘛。啊，嘛是有。所以我是讲到无福建话啦。哦，啊嘛是有唱闽南语歌吼。哦，我就爱学一句话咧，闽南语哦。闽南语。我人新加坡人应该袂晓，我人晓讲福建歌。福建歌哦。咱台湾人个晓闽南语歌。啊，咱顶一届吼有一个约定呢，你唔知会记的无？咱头一届有一个约定讲哦，这第2届吼，若有迄个机会吼，唔是干那你会当甲阮献唱哦，你的夫人吼，来叫伊来甲咱唱一个福建歌。哦，对不对？激动，我该恭喜啦，我该恭喜。非常感恩哦，林老板把冠军的这个奖金哦，从3888提高到6888。是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所有的参赛者，大家哦要努力哈，哇，这个6888、3888、1888，不是哦，这个随随便便的，每一个这个歌唱比赛都有这么高额的奖金哦。是的，所以再次谢谢林老板，谢谢林老板，大家放轻松的唱啊，尽量的唱。哦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也坐下来了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海选的第1场海选呢，现在就要即将开始。那也请到希望我们线上的朋友，大家帮我们来分享到各大的群组、各大网页、各大的社团。有时候哈。试音比正式比赛更精彩。是，大家不要以为讲试音无什么物件看哈。哦，很好的。而且我们所有的选手、所有的参赛者，真的要像刚刚林马博先生讲的，放轻松啊，因为你在这个几秒钟内，可能30秒以内，我们就要决定你是否可以加入我们的比赛，对，进入初赛。是，所以我们这一场试音呢，有57位。57位，如果没有人中途退出的话，哈，57位，每个人呢只要这个不用音乐的伴奏下清唱歌曲的1遍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呀，那现在我们就话不多说，就直接开始了。好的，我们要欢迎我们编号1号的郭君贤。嗨，你好，大家好，评审好。你好。对，他是最年轻的啊，25岁。OK， 来，你今天要唱什么歌？我要唱那个许福凯的那个《爱记好就收》。好，请开始。既然当初无要求，如今何必来追求？付出真心袂当收，最后看盘来接受。唔通大甲心肝疼丢丢，才来烦恼找温柔。爱也是无爱，拢有你的理由。唔通等甲烧酒变朋友，才来怨叹甘目睭。爱也是无爱，感情记好就收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
谢谢郭君贤啊。好，那第2位是林靖宇，沙场老将啊，来，靖宇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听到。哦你的 ，OK。脸好大哦，太靠近了。远一点，远一点。吓到我，好像 zombie 啊，这样。你要我？你这样怎么样？你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样可以。我唱朱海军的那首《放落的春花》，请开始。来，请。双手念着青春时你写的批，一字一字想着岁月的经过，望落的春花，无少一切，风雨声伫伊的心内飞。坚信等太霜风过，伊sẽ望你来作伙，不敢放袂记时间凋零的情话，揽着生命甲海誓，寄予天顶的明月，放予飞，飞向你的心肝底。OK， 谢谢。我唱不爽。唱得很好，可以了，靖宇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3号黄茶丽，你好，查理。你好。你要唱什么歌？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我是王查理，我要唱的歌是杨哲的《一片真心》。好，你要大声一点哦，请开始。情爱原相思，相思也枉费。相车路口对看相比，你选择伊，选择来离开，往事就是我上大的安慰。明知我太过痴情，为爱是坚定，为着你断送了我的一生。明知你也你无情，有关来相信，为辜负我一片真心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欢迎下一位叶维兹。你好，嗨，大家好。你好。那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萧煌奇的《阿嬷的话》。好，请开始。消防局的歌。消防局，不是消防局啊，我警察局。消防局不有关。不是啦，消防旗。消防旗。啊，好。不好意思，请开始。OK， 我开始了。想着一步一步的过去，定定拢会予人真难忘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伫阮的心内，定定拢会想着伊。阿嬷，你今仔伫倒位？阮会叫你，你敢有听着？阮的认真，甲阮的心狂，你敢有看着？阮会叫你，你知影无？阿嬷，你今仔开了好无？敢有人伫甲恁照顾？希望后世人阮拢会当来，互恁听，做你永远的孙仔。搁叫你一声妈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。
欢迎我们下一位徐天赐。Hello， 大家下午好，两位评审好。你好，今天我要演唱的歌曲是翁立友的《眼中泪》。请开始。你若会揽着故乡片，拢无应声好几暝。心爱的，莫伤悲，我毋是故意。讲话大声，迄拢是我的志气。你是掌上明珠，却陪我沉入水。你将委屈的心收藏伫枕头边，别人若笑你痴，你讲辛苦你有甜。我的不甘心痛，已经袂醒。你是我眼中的一滴泪，一滴泪，滴入心肝，才知我有这爱你。莫离开，我袂当无你，袂当予你的付出单无消息。唱得很好，谢谢。哇哦！好，当然呢，我们线上的朋友，其实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哈，拿一支笔跟纸啊，也可以在自己家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当评审啊。你觉得说，我们海选当中哪一位参赛者较厉害？有。好，现在是轮到编号6的陈美华。美华，唱什么歌？听不到你的声音呢。美华，他是不是用麦克风的关系？是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。你要开声音，开声音，美华，开声音，开声音。哦，他跑训了，找救兵，应该是找儿子或者是女儿进来。啊，儿子来了，要开声音。unmute 你的麦 ，OK 吗？来，我们先换下一位。下一位是陈美云 ，Tina。你好，美云你好。你好。好，要唱什么歌？今天要唱的是《让你一心让你爱》。好，请开始。用真情对真爱，用关怀换伤害，踮一个感情世界。有你陪伴，阮毋惊命运的阻碍。有时风，有时雨，有时甜，有时苦，幸福是坎坷的路。为着将来，走天涯，一步一步来。阮的一生，阮的爱，爱是咱梦的所在。人在做天在看，心无情惊寒，一夜你阮就对我。一条感情线连伫我心肝。OK， 谢谢，谢谢美云。好，美华，再回来一次。有声音吗？有了，有了。哦，好。我们唱的是《石行辉》。好，请开始。风中飞，
我的心内有一句话，爱爱你永远袂后悔。纯情花也开，将感情写像歌，心已变，我已走吹。问你千万回，阮是啥人的？想着相爱的话，放再会。目屎随风一滚，想要用无地处。敢知我爱你有偌多？美华，你麦克风拿掉再唱一次。哎，你用这个麦克风哦，我们听不清楚了，模糊。这样不要麦啊？用麦克风啊，不要用麦，就这样唱，唱一次。好，你直接重复歌唱就可以了。好，你麦拿去烧掉。不要麦，不要麦，不要麦克风唱，不要用麦克风，这样清唱。对对对，你直接唱，重复歌唱副歌啊。问你千万回，阮是啥人的？想着相爱的情话，放再会。OK， 可以，谢谢。可以了。谢谢，可以了。别晒掉。谢谢，唱得很好。那个麦啊，反而害了你。哎，好，下一位，陈永软。你好。Hello， 两位老师，下午好。你好。唱什么歌？唱解酒。好，请开始。OK。每日来饮酒，是我的习惯。临时要改，实在是有困难。予我准备，予我时间，渐渐来袂记烧酒干。解酒的人，头壳是空空空。解酒的人，头壳是空空空。心爱的人，心爱的人，望你体谅，望你来斗相共，鼓励我的决心，鼓励我的希望，鼓励我解酒为你一人。来，永软。Yes， 呀。你没有现在直接再唱另外一首歌可以吗？唱另外一首歌哈。对，你现在直接再唱一首给我们听。重复歌。OK， 重复别的歌哈，别的歌哈。从副歌开始。刚才那首歌还是别的？另外一首有吗？另外有啊。好。我不懂，我直接从前面开始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可以。出我来奔波的日子，树落叶里开了像枝，和无限的希望来包围。OK， 可以了。OK， 谢谢。好，下一位张嫣芳。你好。嗨，各位老师好，我要唱的歌曲是曹雅文的《减价》。好，请开始。少年迷茫，无天无地，滴溜溜不知他西湾。也咸也正，有冷有暖，人情的滋味真复杂。懵懵懂懂，若风若雨，愿骑疼痛的感情路。
也酸也甜，有奢有苦，才知付出无一定有结果。可以了，谢谢，谢谢，唱得很好。下一位陈永祥，你好，大家好，评审好，你好，听得到吗，老师？可以来唱。听啊，红灯眉头。好，请开始。OK。在风顶闪烁的夜景，烧落水面背海洋。江边的思念你无心情，明明市顶山来看做是红灯。通若唔通无情，你的心肝唔通遐绝情。误会做成不幸，白白来牺牲，请你着原谅，甲你着参详。定是5年的感情，啊啊，花心转移，江边的青红灯，若无你我分袂清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真的是高手在人间呢，在民间呢。是，欣赏了这10位的这个试音哈，哎，我觉得有2/3都唱得不错。是啊，所以大家加油哈！但是有几位真的很厉害哈，对，他直接就从副歌唱给我们听。对，哦，这个有时候就是一听就知道说 O 不 OK 的哈。是，刚刚这个永祥啊是非常老福建的，是那种。转音啊，对，腔调啊，对，它的非常味道十足，是，就是很接地气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欢迎编号11号李文聪。Hello， 老师们好。15岁而已嘞，最年轻的。哇，本来是有一个25岁已经最年轻了哈，现在来一个少他10岁的。你的福建歌是怎么学的？我阿嬷从我小时候她一直唱，然后我就懂一点点咯。哦，跟阿嬷长大的了。啊，是。OK， 关你长得一点阿嬷的样子。他可能镜头放得太低了。好，你要唱什么歌？爱莲对人走。哦，好，请开始。15岁就要爱莲对人走。离开经3年后。你说去无回头，真是予人想袂到，心肝亲像芳心的菜头，想袂到，想袂到，你会去对人走，无睬我，无睬我，感情用这高，我飘飘撇无写好。5人青春上可恼，无情的人，恨你是恨甲老，永远来甲你，惨无到水无流。哦，谢谢。你别啊，个搬歌戏。你有陪阿妈去看大戏哈？唱得不错。谢谢。啊，唱得很好。谢谢你，文聪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到编号13，洪俊。你好，洪俊。洪俊是，是吗？洪俊，对。对，是。洪俊我要唱的，Yeah， 我要唱的歌曲是怀念的人。好，请开始。来。怀念着迄个无言的人，怎样乎我心头乱？当初你那么感情花这重，
今日也面对你要怨叹，敢是我痴情过头重，也是你额头较悬。想要将你放，想要将你放，心肝又不甘。因为你是我最怀念的人。谢谢侯谢健，谢，谢谢。好，荣幸是有经验的一个歌手。接下来到谁？于凤嫣有来吗？来了哈，那我们就于凤嫣。于凤英，于凤英。于凤英，你好。你好，浩浩你好。来，你的手机放横，放横。手机放横。打横，打横。OK。谢谢，很好。可以吗？在这边好。女人的一生，请开始。所以你给我1分钟先呼吸。1分钟哈。好，下一位。不是，我紧张一下子。紧张哈，不要先去洗个澡。不用 ，OK 了，可以了。还是你先去睡一觉，明天我们再来找你。可以了 ，OK 啊，好啦 ，OK 哈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OK。雨声微微，梦中有惊醒，两撮离写出我爱你，有你的一生。总是放也放袂开，爱阮的心搁夜夜甜。我的人，我的心，全望到予你，生命中找无人代替你。想你最爱的迄个人，望你回来阮身边。谢谢，很好，不用紧张。唱得很好嘛OK， 接下来就编号14的秀丽，秀丽。跳下一个王顺忠，你好 ，Hello， 2位评审好，我是王顺忠，然后今天要演唱的歌曲是江蕙的《Get Out》，请开始来。阮将青春过伫恁兜，阮对少年对你对甲老，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。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予恁兜，车载幸福是吵吵闹闹，等待回去的时阵若到，我会让你先走，因为我会不甘。放你为我目屎流，谢谢，谢谢。顺忠看起来也是很年轻的对，很会唱啊。好，下一位，国兴，你好。2位评审好，我是国兴。今天我唱的是庄振凯的《心不甘》，请开始。情梦已经吹，孤单的他乡面，心内也刻着你的名字，翻来覆去，困袂去，哀怨的歌词伫脑海中。情梦已经飞，流恋也无了时，
为何行袂出无你的日子？对心怨气，看前好绵绵，搁再见面也已经无共味。想要暂对你的挂念，不管搁做伤心人，世间的情爱本是你情我愿。想要断对你的留恋，生命中的过路人，缘已经断，何必搁心甘？OK， 谢谢，很好，谢谢。哎，这个这年纪不是问题哈。是。这许国兴也是唱得不错。来，接下来是国龙啊，国龙。国龙开镜头，国龙。来，开了。好，开声音，开镜头，什么都开啊。你好。Hello， 开声音。无声嘞，国龙。这个手机打横，手机打横，手机打横的好吗？可以了，很好。看得到吗？可以。听到了。可以。退后一点点，退后一点点。OK 啊，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。好，可以。来，你要唱什么歌？那就将杨哲。好，请开始。开始。若是有一天，我袂记你我的名，麻烦你就详细讲予我听，讲咱的故事，一生的丰富。往昔我会想起咱的所有，若是有一天，伊袂认着我的人。请你唔通记住我的人，我的心坎有小小的温暖，曾经陪你寒冬每一行，虽然你身被头苍，牵着行到袂叮当，是人相人一生的愿望。总有一天，身边行一人，唔通袂记你人，来生再来看。可以了，谢谢。哇，老当益壮呢！听你唱歌好像跟建斌大哥一样哦。70岁了，70岁。我很光，说的是，唱得很好。谢谢。接下来是陈宝达。宝达好，你们好。还没有去吃你的日本料理。好，要找个时间。还没去吃你的日本料理，你有没有来吃我们的天天有余？对呀，我都一定会去吃啦。今天唱什么歌？梦情批。OK， 请开始。好。今夜的酒。找无你又搁一杯，心的锁匙又愿留伫一暝。醉人的情，拍袂花的情花，想你想甲无去平，条魂又袂褪。想是袂讲话，爱的糖衣苦地地，梦情飞，飞也飞去你的心肝底，对你讲我思思念念的心内话，梦情飞。照着真真假假的誓言，将你我两粒心贴做伙。可以了，谢谢宝达。谢谢。
谢谢。宝达是天生就有一副这种声音，直接有 bass 的哦，所以我觉得非常蛮吃香的哦。好，下一位，永玉是吧？欢迎 ，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老师好，听到吗？听到。来， OK， 你要唱好。什么歌？我要唱《海海人生》。好，请开始。好。人讲这人生，海海海海路好行，唔通我头望望着的梦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阮爱的是别人，这情这怎样计较输赢？轻轻松松的生路，渡阮来行，无人是应该永远孤单。阮的欢喜有缘你作伴，要离开，悄悄阮无牵挂。可以了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还有何生佩，生佩，你好，老师好。生佩也是马来西亚的啊。对对对。你现在在哪里？在马来西亚绝冰。哦，这样如果你有入选的话，你就要来回赶，是不是？对对。哦，辛苦辛苦。好，你要唱什么歌？不会了。今天想带来一首是酒后的心声。好，请开始。山明海誓，哪能无酒醉？为这一里，偏偏来变卦。我想袂晓，你哪会这喜欢？欺骗了我。刺激着我，手头的烂，请你爱相信我，最后的结果也是无甲绝。念心行酒到，雄雄一吹啉好干，上好醉时莫会苦我。我无醉，这你不免当真我，酒来落听你心歌，伤心的我，心情我人会知影，只有烧酒了解我。谢谢谢谢生佩哈 ，OK， 到现在已经有20位了。刚才有一个秀丽没有哈？还没有。好，不知道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有没有中意，或者是你喜欢，或者是觉得他唱的不错的嘞？哦，你也帮我们打分享好不好？呀，因为我们总共呢这一次呢报名的有110多位。是呀，我们也从中挑出80位进入4场的初赛。哇，其实说真的，如果要进入我们初赛的话，其实还蛮这个名额还算蛮多的。是，还蛮不太难的。对，如果您真的唱得不错的话，其实基本上应该都有机会啊，有机会进的啊。是，好，那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第21位的参赛者，21弃权。好，22号张世荣。您好。好，不见掉。忽然间不见掉，哦。然后谁来呢？朱碧丽。朱碧丽你好。Hello。你好。来，把你的手机放横的，可以吗？放横的。是。打横的，手机打横。对，可以了。哎，好像放不对。你要把那个自动的旋转的打开。就是把那个手机转。OK， 可以转这个，可以的。哦 ，OK。哎，不是，我找不到嘞，我不会。
啊，那就算了。要不然就这样，没关系。好，好，来，请唱什么歌？这个无心歌手看卖。好，梦心瓜秀，你们听不懂歌，听不懂歌名，对不对？梦心瓜秀看卖。哇，吓死 Yes。好，梦心瓜秀。好鬼这样子，好像有鬼来了。开始。好，等一下啊。OK， 好。心情有缘，谁人了解？真差不敢哭出来，可心栽培恩爱，全部予你抛落公有大海。请你望心肝，详细想看卖。我讲倒位对你歹，枉费我对你付出全部的爱，你千不该，你万不该欺骗我，对我造成爱的伤害。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下一位。啊，张世荣进来了是吗？张世荣来吧，先来吧。你好，张世荣。大家好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请把你的手机打横的，谢谢。手机打横好吗？打横，一下嘴啊，一下嘴啊。喂，小心，慢慢来啊。他是把人打横。也没赛。是啊，不会转的，很多人不会操作那个手机，然后他就出去了。我们现在在线上等待的参赛者，记得把你的手机打横好，那他这样出去是自动退赛是吗？还是怎样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等他一下。下一位，王雪莉。雪莉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听得到啊？听到，唱什么歌？OK。好歹拢一命，请开始。OK。喊一声，为何我这一生忍受也到命？一定这么大，虽然顾生命，找无一条路予阮行，求一声爱情啊，月娘也对阮好无声。为何天公啊要来糟蹋我，将我的希望来拆散？无歹拢是命，我的灵魂在行，这一切到底是我的命。喊一声，一命人，一款人生是一款命。好，感谢，谢谢。曾时发，谁来了？张世荣。张世荣，听得到吗，老师？哦，可以。现在唱什么歌？我要唱蔡小虎的《心火》。他自己也是觉得很好笑哦。好，请开始。对不起。一年岁初心会不动愁，倘我喝醉路心如舟。何声了乱阮痴心海情波，痴心难舍愈了愈苦。
雨水落如初，犹搁新闻里无人烧啊。心闷闷，痴情又如何？奈何情若那回头，也无结果。很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曾时发，你好。时发你好，请开声音。开声音，听不到。听不到你的声音，要开一下哦。没有，听不到。还是没有，没有声音。好，下一个。哦，他又不见了。福丰妹 ，Chris， 你好。你好，老师们好。唱什么歌？今天带来郭婷怡的《麦羞嘴》。请开始。情若一杯火，爱到行天动地，烧掉有三面海誓，为你赴汤蹈火，为你无惜一切。如何情到最后，哪会情用杯？爱若一杯盐，轻轻抹在阮痴情的痛点。有时催心愈将，有时痴痛愈强，深深的遗憾。阮无路通想，从今以后你也你的，我也我的，互相歹相做，你咱已经无关系。若想要讲心内话，我已经无命奉陪。我能送花写情话，你不够资格。谢谢，唱得很好。好，下一位是郑雪芳，你好。Hello， 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今天要唱的歌曲《原因》，原因。原因呢？请开始。海风吹着，不知去向的是茫茫渺渺，海角天边，真心对你无人比，我较爱你，为怎样？无讲声，就来离开。你到底爱我怎样才会满意？请你讲出来。唔通伫寂寞面找无你，做你离开，到底你？伫倒位？请你讲出啥原因？无声无水，这呢惨甜，也是你有别的意。谢谢。这个雪芳啊。你的音响有问题哈，一直那边很会 block 的。哦，是吗？我们觉得你听得很辛苦。但觉得你的音质其实是唱得不错的，所以就是有一点点这个系统的这个关系吧。是不是因为旁边我有 handphone， 我另外一个 handphone 在旁边？哦，对，拿掉。一直 block 在那边很干扰你，懂吗？OK，
那现我讲话你们听到吗？听得到，现在很清楚啊。哦，可能是那台再唱一次好吗？从副歌唱起。你旁边如果有 handphone 的话，你要把声音关掉，因为会有回送的声音。哦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哦 ，OK。好 ，OK。从副唱一半就好了，从副歌唱起。你唱一遍，然后你给他听一下，看听得清楚吗 ？OK，我唱 OK。海风吹着，不知去向。一样的。等一下。一样吗？还是一样吗？是那个 clock。换一台手机，还有别的手机吗？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好吗？好吗？你等一下再回来。好，太大声了，一直在回送。好，安娜。啊，28。10发来了，10发。还是没有声音呢？没有，听不到你的声音。好，我们接下去吧，哈。安娜，你好，两位老师好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OK，我带来的歌曲是《必须你扛锤》。请开始。好。OK， 请你唔通讲出嘴，迄阵好咱伤心的代志。必须你扛锤，是永远我袂变，亲像破镜难中医。当初是你。要求要煞去，如今何必搁再孤孤的？你是算啥物？一句话要送你，较好会做你去，亲像你这款满是。谢谢。OK， 谢谢。梁维德。主持人大家好，不知道听得到吗？你好。好，那我开始了。就是那个陈雷的新马耶麦考。好，请开始。好。秋花春心的心意。今夜我心内离开，看到你满面的滋泪，我的心看强要碎。虽然真心疼痛你，好像勉强也无意义。送你一颗无因的手指，感谢你陪伴我这多年。心爱的麦克，请你将我放过去。谢谢。还有继续吗？最后一句没有唱。不欠我，我不欠你。我是担心耽误时间。谢谢啊。OK，thanks。黄松文，10发回来了是不是？不是。下午好，两位主持人。对，我叫黄松文，编号30。我要唱的歌曲是《西马耶麦考》，跟刚才那一位一样。我现在开始唱了，你们听得清楚吗？听得清楚，请开始。OK。秋寒伤心的行李，今夜我心内离开，看到你满面的滋泪，我的心肝强要碎。虽然真心疼痛你，好像勉强也无意义。送你一颗无缘的手指，
感谢你陪伴我这多年。心爱的满口，请你将我放袂记。你无欠我，我无欠你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OK， 那个石发有没有进来？石发。石发怎么那么可爱？还是没有声音？石发，你是故意不开声音，这边抢镜头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出现很多次。没有用啊，我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了。换一台手机吧，好，换一台手机。OK， 好。OK， 慢慢来，没关系。等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再让他进来。那个雪芳也是呢，雪芳在不在？雪芳。呀，在。雪芳，好，来。可以听到我声音吗？可以。哎，这次比较清楚喽。哇，非常清楚了。雪芳，你要不要选另外一首歌唱？啊，选另外一首歌啊？对，就即兴的吧。我们觉得你的音质，我们觉得你的音质其实是很好的，可能刚刚那一首歌，听不出你的唱功。不要紧啊，想不出就再唱吧。来。OK 了，我唱另外一首歌曲啊，可能歌词好像还不大熟哎。没有关系，要不然你就唱回刚刚那首吧。来 ，OK， 来，好，我再唱多一次啦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海风吹着不知去向的心，茫茫渺渺海角天边，真心对你无人比我较爱你，为怎样无讲声就来离开？你到底爱我怎样才会满意？请你讲出来，唔通伫寂无眠，找无你，做你离开。到底你伫倒位？请你讲出啥原因？无声无息，请你长笛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OK， 好，可以了，谢谢哈。好，那所以这个刚刚真的听不清楚，这次是清楚了啊，很好。下来，我们到编号31韦义慧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Hello， 建斌大哥，你们好，还有浩浩，你好，来伟毅，你把你的手机打横的，谢谢。OK。好，没有开。又是那个问题。好，没有关系，回来，谢谢。一下。好，都揉开一下。好，这样可以吗 ？OK， 我可以用麦克风吗？现在这样的不要再开 echo 了。啊，现在 OK， 现在 OK 哈。对 ，OK， 好，你们好，我是编号31的韦义慧。那我想先唱的这首江蕙的《骄傲的心声》，请开始。OK。山明海誓，咱两人有手纸，为怎样你偏偏来变卦？我想袂晓，你哪会这虚华？欺骗了我，刺激了我，石头的我，请你爱相信我，最后的结果也是无下错。用心不惊就到，雄雄一嘴啉好干。
上风水是莫顾我，我无水，这你要同情我，手若落后，听你心肝。伤心的我，是情无人会知影，只有烧酒了解我。好，谢谢。只有烧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位，杨玉珍。你好。好，你好，两位好。玉珍，把手机听到我讲话吗？打横听得啊到。 ？OK。好。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可以唱了吗？可以唱什么歌？哦，今天我带来一首情节。好的，请开始。想无步怎又对你表明？每日思念你的心境，想要开嘴诉真情，有奈何心袂平静。烦来烦去，困拢袂去，无真面会安定，心情不定，可比波浪滚滚袂停。爱情，爱情，目着予你永远安行袂清。谢谢玉珍，谢谢，谢谢家里都有自己专用的麦克风。对，太厉害了。来，下一位黄雅春。哎，各位好，是吗？对了，你好，我是编号33的黄雅春。今天我要为你们带来这首叶启田的《干一杯》，请开始。既然你我相会，何必讲出客气话？含着今夜做伙，烧酒搁再干一杯。朋友来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尽量来饮，互伊嘛西嘛西。无论有啥物困难，袂人解决的问题，暂时莫想遐多。酒醉不知天涯地，花开人生的一切。好，谢谢雅春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线上的朋友，大家现在我们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第2届的林马博的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的海选的第1场，所以也欢迎我们刚刚上线的朋友来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继续分享起来哦。好，接下来是34号的林淑美。你好，淑美。Hello， 主持人好。我唱什么歌？为大家带来这首《软软沙轮掌》。请开始。一群感情的崩坑，用光光的人，不需要为你光光等，思念互人走等一下，淑美啊，你的音响有问题哈，断断续续这样，你是？问题吗？你是用什么唱？电话。啊。嗯。一下子断一下，一下断一下，我们听得很辛苦了。你那边的收讯不好啊？我用线要重开吗？哦，不见了。好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下一位，等他重开，谢谢。真实发来了，好。Hello。始发您好。
啊，好啊，好。啊，有声音的，有声音的。啊，我们给你搞死了哈。OK， 唱《见面三分情》。OK， 来，我给你。好，你旁边有手机，把声音关掉。旁边的手机声音关静音。OK， 回音了。啊，关掉了。可以，好，你站后面一点点唱哦。OK， 好，请开始。见面三分情。好。因为你是有归心，咱也真久无见面，见面三分情，无听我意，挽回你的心。希望你搁再甲我见一面，我永远相信。相信你是我的一生中，只有一个爱人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可以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我们欢迎下一位。淑美，林淑美。淑美，听到了吗 ？Hello。有听到了。好， Okay 继续。那我开始了。好，请开始。你将感情的放空，叫阮搁再找别人，无需要为你戆戆等，思念予人走西东，千里迢迢也甘愿。关过路灯，放你来看。我在凄凉东风的车窗，痴情的人也习惯，又到暖暖到天酸酸。莫把心事讲袂完，相逢时间也短暂，在山顶林巴中相温暖。大江山也真迷人，送阮离开到天长，为爱咱写好话情长。OK， 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好的，下一位是季良生。良生你好。你好，两位评审都好，简定斌大哥你好。你好，哇，你的风扇开到很大啊。是啊，我怕的。孔风唱听得到吗？两位评审，我的听到。可以啊，因为我用哑笔，我就要唱这首《冲过情关》，一位迷信的。好，请开始。我现在就开始。好。为牛叫着我的脚步，咱下的心痛搁这里苦，你的爱用笑来凝。一寸过两步，3年的情书，予你冰心的脚步。可能只有少，该放弃悲伤。我关心行过尽管，匆匆跳过这一场，得袂着你的心。偏偏最难忘，几多莫一起多，我的爱为你轻轻感动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下一位，李秀英。秀英你好。哎，不是。好，等一下哦。主持人你好，陈建斌弟弟好，我是李秀英，今年70岁了。70啊？你有听见我讲话吗？有。有啊，
感觉你像60岁，70岁了，不像70岁，不像啊。我喜欢唱福建歌，我今天要唱干一杯。好，来，插开戏。可以开始了。你清唱就可以了。我相会，何必讲出客气话？咱着今夜做伙，烧酒搁再干一杯。朋友来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尽量来啉，予伊目细目细。无论有啥物困难，袂当解决的问题，暂时莫想遐多。酒醉毋知天也地，看开人生的一切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不必用音乐啊，以后下来的都不用音乐啊，清唱。罗小娇，你好。你好，两位主持人，我是编号37罗小娇。今天带来一首张惠的《夜阳》，请开始。好。一日的那人，吹无人甲人友好，我会陪你坐点医疗。若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外高，吃好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。你的手，我会甲你牵点条，因为我是你的骄傲。阮将青春嫁你了，阮对少年对你对到，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予恁兜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等待转去的时阵人啊到，我会留你相送，因为我会不甘放你为我目屎流。好的，谢谢小娇。谢谢。OK， 接下来是小薇。你好，小薇。为主持人，OK， 我要带来的一首是为何想要将你亲，对啊，请开始。茫茫行到夜江边，听见海鸟号几暝。他乡的月，乌云搭一边，亲像你我分开的情景。因为你无情，才来伤我的心，免在我痴情，偏偏伤我这年轻，怨叹啊，世情这冰冷，心痛心酸，敢有啥路用？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小薇。39号陈有心，你好，有心。你好，金币大哥好，浩浩大哥好，我是编号39的陈有心，今天带来的是一首王依林的《无敌的情批》，请开始。好。阿嬷不捌你，但是伊捌真多的代志，
伊讲山顶是天的锁匙，锁匙打开有雨水。阿妈不捌伊，但是有一条青被写予伊。经过10年不拆开，伊讲写你不如相思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上适合伊，无留半日就断了过去，不甘心付出为你哭几年。我爱的伊要来离开，伊讲孤单上适合伊，生命海誓也失去意义，像过了无你真心的亲密。我甲阿妈问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黄顺明还没有来哈。14秀丽到了，编号14的秀丽，好来。你好，秀丽。哎，你好。手机放横的，谢谢。好，没有开，没关系，回来。好，可以，没关系，回来吧。好好，这样可以，可以，没关系。好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哎，我是编号14号的秀丽。我要唱的是《爱甲这天气》。好，请开始。爱若可以重新行起，我决定走做自己。了路的情，伤痕累累，我甘愿将心拍雨吹。若过去，放乎过去。我若着爱甲这坚持，将你的爱、你的秘密献予你，袂搁委屈，我的一切我面对，情人的感情，从来毋捌出世事，但你爱我。面望你意，过了今夜，不再想你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回到40号 Jason 黄顺明没有来哈，陈玉琴42号。哎，等一下，何美云 ，sorry， 41号何美云。还没来，好，42号陈玉琴来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陈雨晴，我是编号42。我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《夜歌归游》，请开始。夜歌归游歌，多稀微点滴，你的相思。我表示伊内心是上比啥人找过伊心里，人生是一人生第一，亲像不负责过伊，亲像10个的暗暝，有时悲，有时喜，使人要怨不从伊，情的梦里常为。见来陪我三更半暝，就是过有你。谢谢，谢谢，好，玉琴，谢谢。欢迎我们下一位，43号泰格。大家好。你是豆桃斋，你的人。为什么是倒反的呢？好，可以。这样好了，这样好了 ，OK。这样可以哈，等一下。你好，唱什么歌？唱那个蔡小虎的《今生最爱的人》。好，请开始。等一下哈。
可以开始了哈。好了，开始。云中的月，半醒半梦，顶下的人心头沉重。为你我心甘，为你我情愿，守你一生，予你一世人。只爱你一人，我爱你这呢重，甘愿用一生来听痛。只爱你一人，你伤我这呢重，叫我怎样用一生讲等？有梦无梦，你是我今生最爱的人。谢谢泰哥，谢谢大家。大哥，为什么我们两个有相同的动作？怎么样？既然我们可以听到这样，还可以稍微就有时候选手哦，就唱的剧就觉得好像又可以，又好像不可以，又好像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有时候听到一把很好的声音，哇，又精神一下，所以有时候又很伤脑筋哈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位曾玉成。你好。你好，两位评审好，贵宾哥好。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有，你有啊？打横吗？那个手机可以放横的吗？手机打横啊？你看，好，不行，好，请回来，谢谢，没关系。再打横一个嘛，再打横。等一下，我叫我的帮你，那个打横的打横。这很可爱哦。67岁的这个玉成，平常就很喜欢唱歌哈。对吧？再不给我回去哦，这样啊，两位评审，天明哥，我这样就到这样了，我打不过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OK， 我今天 OK， 我带来的歌曲是金星最爱的人啊。好，请开始。云中的月，半醒半梦，顶下的人心头沉重。为你我心甘，为你我情愿，守你心，予你一世人。只爱你一人，我爱你这呢重，甘愿用生命来听痛。只爱你一人，你伤我这呢重，叫我怎样用一生讲等？有梦无梦，你是我今生最爱的人。好，谢谢，谢谢玉成。欢迎下一位柯景祥，先去几号？40号，先来40号。黄顺明。呀，是的，是的。你好，谢谢你们好。来唱什么歌？我要唱《心碎》。好，请开始。风吹绵绵，夜雨落绵绵，今夜又是凉寂寂。一个人有一罐酒，就倒一暝啦。我无需要人来安慰，孤单对我来讲已经真惯是，一个人来过你无啥物，比我对我来讲已经听麻痹，因为我的名你叫心碎。可以了，顺明，谢谢。
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让我们欢迎下一位，45号吗？柯景强，你好。你好，老师你好。来唱什么歌曲？啊，今天唱那个蔡小虎的《天地那细命》。请开始。声声叹，爱在心内，爱到心惊才知听。心要嘴替心来换，变成需要讲条件。缘分啊，为何无留名？敢是缘牵错线？阮世间情路坎坷，叫阮怎样行？轻轻摸着我心肝，轻轻摸着我心肝，我恨我疼，你若是命。好的，谢谢景强，谢谢，欢迎下一位。下一位是陈文宝。你好，建斌大哥你好，浩浩你好。你好，今天要唱《好吗》，请开始。好，谢谢。思思念念你的笑容，予阮一切力量，牵阮的手，用心来请，看阮哭，看阮学行。像鸟仔大汉嘛爱学飞，全世界是伊的。你的关爱，予阮做伴，放心啦，阮袂孤单。你来听，阮唱一条歌，阮心内有你的牵挂。无管客苦偌大，要甲你斗阵行，你是阮的好妈。我来为你唱一条歌。唱出你伟大的形象，抱着你的期待，行出我的未来，用阮美丽歌声来祝福你啊！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可以了，厉害哦。对。好，欢迎下一位梁国华。你好。你好。唱一首《千万声不应该》。好，请开始。好，想要伸手拭你的目屎，谁知自己心流落来。分开的场面是这呢悲哀，当初比来熟悉。千万声不应该，运命这款的安排。无奈的祝福，内心的感慨，对你的情，对你的爱，将伊藏在心肝内。不应该，不应该，甲你来熟悉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，欢迎下一位风铃。嘿，两位主持人，你们好，你好。我要唱《歌声恋情》，花虾软情。好，你可以把你的镜头放住吗？你是用手拿的，对不对？是，对。呀 ，OK。好，这样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哈。好，很好。OK， 开始。OK， 好。闪烁的電光，迷人的歌聲，予阮感覺心茫茫。阮也毋知你是花言巧語，只是對你心秘密。
思情的爱，锁来予你骗不知，愈伤心来愈悲哀。烧酒一杯搁一杯，也袂当安慰着阮的心内。你不该欺骗阮的爱，为你耽误好将来。好的。干嘛？谢谢。跳高8度，出招哦，出招哦。哦，有出招哈，有在让评审印象深刻。刘安妮，你好，安妮。下一位刘安妮，有没有？你好，来唱什么歌？可以唱吗？可以。你是我一生，你很怕。你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挂念，为何你忍心爱别人？浮生如梦，繁华时空就要挽回，已经太晚。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寄望，为何你变心爱别人？是情是梦，多情是空，爱你的心只有点点心肝疼。希望你会当照顾你，甲你相听谈。我只是你生命中的过路人，只爱你幸福快乐，我也无怨叹。爱情这条路，你是我最后一站。好的，谢谢刘安妮，谢谢。他都是专门唱那种演歌的，是印象很深刻哈。转音转来转去哈。欢迎编号50号陈华宏。你好，你好，今天唱的是鸦气领先。你那边有比较小声一点点哦，要大声一点哦，比较大声的，一下。很小声，很小声。我换一下。好，不见了。OK， 那我们下一位，编号41何美云。Hello， 你好。唱什么歌？美云。Hello， 有听到吗？美云讲话。Hello， 有听到吗？你好，我听不见你们的声音。哦，现在听得到吗？请唱歌。没有声音。请唱歌。他听不到我们声音。唱歌。你唱就好了，你不要管听不听到我们声音，你唱。他现在听不到我们的声音，也没办法。唱。唱啊，唱啊！请问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听到，你唱，你现在唱。好，等一下再回来。哎呦，给他气死了！陈华宏，陈华宏，现在会听得到吗？比较好吗？还是很小声。现在听得比较清楚吗？哦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。OK， 我今天唱的是鸦气领先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可以，人生亲像一出戏，艰酸苦涩跋咱行。人生世事无如纸，父母心情辛苦吃，路途是条八分命，3分也爱7分拼，人情冷暖。只有你陪伴我，
寒冬也会温暖我。好，可以了，谢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是51号的郭峰。你好，郭峰。还郭峰还没有来。52号李燕姿。呀不。53号郑子强。郭峰来了，郭峰。郭峰。不是。哦，我想说怎么会哦，是？是林安哦。怎么会是刚刚？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太高了。嗯。你好高。我是郭峰。我用那个刘安妮的手机，因为我手机也是不可以登录。我今天要唱解酒改酒。你跟刘安宁是什么关系？可以吗？可以唱了吗？关系就是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吗？好，来唱。每日来啉酒是我的习惯，临时要改实在是有困难，互我准备，互我时间。渐渐来袂记着酒干，解酒的人，全身是袂轻松。解酒的人，头壳是空空空。心爱的人，心爱的人，望你体谅。望你来斗三工，鼓励我的决心，鼓励我的希望，鼓励我解酒比比是人。谢谢郭峰，谢谢。何美云，何美云41号回来了。美云，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吗？她好像一个蜡像在那。美云，听到吗？可以了，可以。听到我们的声音吗？我们有听到你的声音。等我怎样回去哈？关掉这个。你看你要走楼梯回去，还是要搭电梯回去都可以。他听不到我们。没有，你唱，你唱。那你唱，你唱，唱。你唱。可以 WhatsApp 给他一下，这样直接。你唱，不用激动，不用激动，老人家不可以，没有，老人家不要激动，老人家不要激动啊！你可以唱吗？怎么办呢？因为他不知道。没有办法，等一下再回来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你按我 log out 啊，那个是 log out。这个什么？刚才一灯打来哈，看不到。他看不到我们了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看无。看无嘞，听无啊，看无。No sound。听到吗？是我们还是他们？听到吗？不是，他连我们都看不到嘞。换一个手机。OK， 我们私底下跟他联络哈。没办法了。好。OK，52号李燕姿还没有来，53号郑子强还没有来，54号林继生还没有来，55号林树浩。林树浩吗？我是，听得到吗？你好，来，你好。時間若到緣分頭，猶原袂當將你留。心愛的，請你莫走，這人比你較重要。付出的愛無計較，真心愛你無回頭。怨天怨地无需要，情到最后来变调。
情感的日子里终于我是我，田无够水无流。茫茫的情关口，痴情的故乡，枉费为你地奋斗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56号俊龙来了没有？俊龙来了，下午好。你好，下午好。好，我今天带来这首《心头吧》。好，请开始。船若要靠岸，就爱找阵他。我若要出外，上烦恼是妈妈。辛苦一领衫，是你双手一针一线，人生一条路，袂当他看阮行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自己说好啊，好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57号王维乐。评审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51号的王维乐。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江蕙的《别后》，请开始。有一日咱若老，找无人甲咱友好，我会陪你坐点医疗。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外高，吃好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。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，因为我是你的骄。谢谢，可以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所谓行家一开口便知有没有，是，也有些不一定要听到太长了。好，何美云，美云，听到吗 ？Cannot hear them. Cannot hear. Hello. 迷魂呐。哎，应该听不到我们的声音，因为他没有反应。不是他看不到。没有吼。你唱可以吗？你唱。你要不要叫他直接唱？我们听得到。打电话给他，私下打电话给他，叫他直接唱，好不好？这样应该是他那边的关系了哈。对，应该不是我们这边，因为大家都可以听得到。要不然他就下个礼拜了。可以。好。OK， 好，52号来了没有？李燕姿，还没。53号还没。54号还没。如果还没，我们不等了，我们就移到下个礼拜去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告一段落。告一段落。都没有进来了哈。好，那当然我们下个星期还有一次的这个海选，所以也希望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要多多的关注我们。那这一次有问题的哈，跟珊珊联络一下，好不好？是，跟我们的负责人珊珊联络，叫他安排下个星期再来面试，绝对有机会给你面试哈，大家不用担心啊。好的，那也祝福大家。那下个星期记得要锁定我们林阿伯第2届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。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赞助人林阿伯贤熙，还有所有的赞助商啊。也要谢谢我们线上的朋友，拜拜，拜拜。